歡迎收聽由業謝鄧帶俾你嘅債務舒緩服務介紹。我哋專業處理各類型債務重組方案，而今日要為你詳細講解 IDRP Interbank Relief Plan， 中文叫做綜合債務舒緩計劃。你係咪正為多項銀行債務煩惱，還款壓力越嚟越大？ IDRP 可能正係你嘅解決方案。IDRP 係結合咗 IVA 同 DB 優點嘅債務重組計劃，最大特色係由你債權人牽頭，與其他債權人傾還款安排，只要債權人同意新還款方案，其他債務就可以統一整合，以定息定額方式還款，大大簡化還債流程。呢個計劃有以下幾大好處：唔使上庭，慳返費用，私隱度高，唔會通知公司或僱主，減低利息支出，還款期固定清晰，由業謝鄧專業團隊跟足全程，度身訂造還款建議書。IDRP 特別啱債權人數量較少，集中喺銀行，欠債總額多過10萬蚊港紙，有穩定工、穩定收入，唔想驚動公司或者做緊敏感行業嘅人士。業謝鄧會根據你嘅收入同開支分析，設計出還款建議，然後代表你同最大債權銀行直接傾。整個申請流程一般只需3至4個禮拜。唔肯定自己適唔適合做 IDRP， 快啲聯絡業謝鄧預約諮詢。所有資料絕對保密，我哋會用專業知識幫你一步一步邁向財務自由。業謝鄧，你的法律服務夥伴，